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因为你无限的祝福，互阮富强教会做做兄弟姊妹，拢伫人生的中间经历着得救，经历着领受福音，经历着伫主的教会圣会所得到的造就，阮心底满满的感谢。阮逐礼拜来到你面前聚会，毋只敢若是参加一个仪式，是阮逐摆拢要经历着上帝你的祝福，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，以及经历着上帝你话语中互阮奥妙的启示。主，愿阮通过你的话，搁得到造就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是煞接伫顶礼拜即个专备的文图造就中间。咱有讲起着两个真重要的部分，一个就是讲保罗讲，照着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基督的整个身躯，这个身躯就是个体啊，逐项的动作拢会即个完整的个体，咱是即个基督身体一个微小的，也是讲其中的一部分的机体，拢有通发挥功用。这个发挥功用，毋是伫人的面前咧表演，要表演讲我功夫偌高，我动作有偌水，我做代志偌流利，这当然是咱爱啦。毋过，这个功用一个发挥，就是为着要传福音，为着要传福音。所以咱伫顶礼拜也有讲起着讲，那安尼，咱的台湾教会，咱领受到这款的车牌。领受到这款的勉励，咱应该有甚物款的作为啦？伫这作为中间，咱有讲到，这是普遍的，毋是讲逐间拢安尼啦，但普遍的，咱台湾的教会经过150年来，咱所普遍存在的现象，也是讲一种的思维，咱就感觉安尼想，就安尼就对啊。毋过这种的思维，好亲像。甲咱圣经的教示有点仔无共款。咱讲第一个是因为台湾现在面临着伫一个外在是异邦的文化，是他宗教的环境。这是咱属的环境，这毋是咱境的啊。这是上帝互咱这个台湾的岛数90%是95%，你出去都拄会到的就对，拢是未信者，因对信仰，因对福音也毋捌。结果是知影讲有一间教会安尼，那既然是伫异邦的环境，咱就爱想讲，咱是要倒转去伫初代保罗时代的教会，因迄个时阵的教会，甲咱现在的教会有类似的环境，因为保罗特别伊是去外邦传福音，外邦传福音就是咱离开教会出去拢是啦，拢是未信者，迄就亲像咱徛伫庄骹。咱的厝行出去，四面拢是水田，还是四面拢是这园啊？你对这个建筑你也有了解啊？咱台湾的处境是安尼，所以咱首先爱的任务，就是咱看怎讲，上帝将教会设立伫台湾，你较安怎理解，较安怎解释？咱拢袂当避免，咱就是爱得到更较多的灵魂，是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啦。不管你生活偌好，赚偌侪钱，也是讲伫社会偌有地位，伊若毋捌耶稣基督福音，无论是总统，还是到一个凡夫走卒，拢是咱传福音的对象。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的使命，咱来扩张这个上帝国的境界。所以因为安尼异邦的环境，第二，耶稣基督爱咱伫这个异邦的环境传福音。那安尼，咱基督徒就是爱发挥逐肢体的功用。这才是咱伫顶礼拜对保罗所领受到的教示。也毋过，我讲现存啦，现在咱看到的教会，咱毋是批评别人哦，包括咱咧检讨咱家己哦。咱的牧者。首先的任务，煞变做是一个教区的牧者，伊优先的职分，咱讲叫做顾教会。你教会甲我顾好，外面的请慢食。好亲像这个牧师来是为着要服务这阵信主足久的，
啊，就人情世事，逐项拢顾好，安尼你就尽职啊。看起来改成俺嘛袂歹啊，俺嘛是一个好牧师啊。但是，若讲牧师的任务，敢若安尼尔定，咱若去见上帝，上帝讲，啊，我敢是叫你做安尼尔，啊，这才是咱需要去拄着挑战的所在，因为这个是咱的文化所塑造的啊。咱的中级会友讲，啊，牧师，我请你来，就是要做这啊。啊，所以基督徒好像就只需要牧养，唔免传福音，因为教会拢基督徒啊嘛。啊，啥来形成这款的情景，迄才是咱要去思考的所在啦。谁来安尼？啊，你们圣经就讲，你就去传福音嘛。啊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都爱传道理啊。有啊，咱嘛有啊吼。啊，招朋友，啊，招咱的亲人，招咱的家庭，也毋过普遍的。咱所做的训练，咱所讲的道理，咱所讲一思维，拢无讲要怎传了较有效，啊，较侪人得着救，啊，咱要培养这新的会友，这未信者也是新朋友。原来经过一人的观察甲研究，一款的规律吼。教会今仔日煞无啥注重传福音。毋是无原因。第一，好亲像传福音无啥物有效，拢是碰壁，啊无就，互人安尼甲你泼冷水，啊所以无效，你就做生意你也无趁钱，你是当一直做，为做啊，无爱做啊。第二，有传福音，但是哦，定拄着挫折啦，吼。啊，感觉讲拢无力气，拢软去啊！耶稣，你叫我传福音，但是我传无效啊，传都无人要信啊，所以动力都无去啊。同款意思，好像咱做一个生意，啊，咱甲做人交朋友，啊，咱定要甲伊交陪，伊就拢毋插你咧，啊，所以无动力。啊，因为即款情形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直累积到一个程度吼，教会怎无传福音的文化？这个文化都无迄个习惯啊，大家无干事啊。啊，佫有一项，就是讲，咱来传福音无毋对啊，我嘛知啊。但是要有一个足好传福音有效果的一个模式，好像是讲，照这个模式来去做，啊，有得到效果。吼，啊，好亲像咱咧做代志，你咧考试考了分数会悬，你就认真要佫读嘛。啊，你做这个头路做了真有成就感。业绩多，你会想讲较接去接触这人客啊。啊，你逐项代志你若无成果，你会愈做愈懒，愈做愈无力，吼。啊，无效，咱就心就关起来，咱的心的迄个动力就无去。啊，所以这大概是普遍的。台湾足侪教会有一段时间啦，吼，有一段时间，这款情形是真普遍的。因为我对新人伊毕业了。所得到的教导嘛，差不多是安尼。有知影这传福音放伫遐，也毋过吼，迄个都有闲才来做啦。啊，若有机会才来做啦。吼，啊，若拄着才来做，毋是讲我的主业就是传福音。啊，这个情形，咱讲倒转去初代教会来对照一下，吼，初代教会对照一下，因安怎做？你讲啊，牧师啊，要参考啥啊？哦，你讲的对毋对？你讲的，你毋着互我一个根据。啊，咱来看看啊，无初代教会人安怎做就对了。初代教会使徒行传5章42节，初代教会基督徒讲，因逐日伫圣殿甲人家厝继续教世人传基督耶稣。兄弟姊妹，迄毋是一礼拜哦，迄是逐日哦。啊，伫倒位？伫圣殿，吼，伫教会啊公众场所，因为当时。犹太人因是圣殿，吼，迄是人人都咧去的所在。啊，佫一个咧，真重要，是人家厝。人家厝什么意思？伫恁兜，伫咱兜，伫咱隔壁厝边，伫咱顶仔骹，伫咱树骹。招你来咱内底，伊讲继续教世人传基督耶稣。啊，所以咱嘛会通看见着讲。2章的42节也安尼讲，
初代教会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模范，讲阿拉上帝也得到正百姓欢喜因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。阿拉上帝，这是咱感谢主，无毋对。伊讲得到正百姓欢喜因，安尼什么意思？是这基督徒因信耶稣，因的心态改变啊，因的行为改变啊，因的动力改变啊，因所做、因所讲，伫圣殿、伫厝里、伫人家厝、伫四周围，是因所做的是互众人所欢喜，大家介意因就对啦。啊，足欣羡的啦！我若像恁即阵的吼，我要爱，我要参加，啊，所以有欢喜因，主就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。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哦，得救这两字什么意思？得救，当时伫犹太的境界，因为这使徒行传2章那是咧记载耶路撒冷的地区啊，迄个所在侪人本来就是犹太教徒啊啦。啊，那安尼因嘛是信上帝啊，也毋过圣经记载讲，遮个已经信上帝的人，因为有基督徒甲因传道理，因阁真介意即阵基督徒的所行所做，所以就欢喜因，上帝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。这是灵魂得救的，毋是一个数字尔。彼得传道理，3500信主。毋通想讲啊，迄个数字啦，定啊，都业绩加一个零，安尼就好。毋是啦，迄是灵魂啦，迄是一条灵魂啦，迄是耶稣讲的，讲人若失去性命，趁着全世界嘛无法度人换转来，迄款的灵魂啦。啊，所以既然若是得救遐尼宝贵，咱袂使轻口甲看讲啊，迄都敢若统计数字啦尔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经历这个经验，互咱这个学习啦，吼。有这学习，就是领受关键的点咧学习的，就是第一，因日日伫圣殿甲个人的家内，因日意思讲逐所在，无分所在，拢伫传福音、伫传道理。第二是不停，无人站的，甲人传。啊，所以你问想讲，哇，安尼个喙齿毋大甲毋知人去啊？毋是啦，不停的传福音什么意思咧？毋是敢若喙讲啦，定是所行所做。你知影讲初代教会，因嘛做真侪祖先的工作呢，去关心丧乡人，去帮助遐软弱的，去帮助遐残障的，去互遐个人感觉到基督徒的疼。所以呢，遮个人用安尼咧传福音，甲人厝边隔壁，甲人同事朋友，甲人遮个侪的遮个接触的人，互因感受到。我甲即阵基督徒斗阵是何等的快乐，感觉真好真好，所以呢，就是这叫做不停传福音啦，就是用你的所行所讲所做，用你的人格去见证主啦。啊，所以伊讲基督徒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，迄个气氛就产生一个真水的环境。迄个环境互人感觉讲，即阵人确实是无共款。因为吼，因的名毋是写伫面的，写伫讲基督徒，也是耶稣军队的学生，毋是，是整个伊的气氛、伊的讲话、行做、伊的整个伊的即个形容，拢是基督徒的款。所以灵魂得救的人数就日日加添，这真正毋是数字，毋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啦，是一个真真正正生命得到改变的。当咱拄仔读哥林多前书9章22到23节，伊讲初代教会基督徒用各种方法咧传福音咧。啊，你若讲啊，因有动力爱去传好，安尼因认真，咱甲伊讲恭喜高乐。但是因阁用办法了，就是找好方法，这项试袂用的，阁试别项，逐种方法咱甲试。咱在座有真侪兄弟，你是咧做科学研究的，啊有的是咧做生理的，吼，啊有的是咧做各方面的业务的。你拢知影讲吼，要做一项代志成功，甲遐简单，就天顶落落来个，你就是试，搁再试，毋对，搁再定来。啊无好势，即拢是叫做啥物？迄种是你
要成功的成本嘛，你要成功，你爱卡下失败拢消除，后摆你就袂讲袂有即种的错误啊。啊，你到尾是成功，啊，你讲遐失败有价值无？迄足价值的，迄互你减少足侪行冤枉路啊。啊，所以当时早前的基督徒，因嘛是安尼做呢。伊讲吼，我研究了一个程度吼，你甲看，对信心乱足的人。就心无定啦，无啥意爱。伊讲我就真做乱足，是为着要得到乱足的人。对倒一款人，我就做迄款人，用逐款方法，通加救一寡人。兄弟姊妹，用逐款方法，我对乱足就乱足，我对而且软正我就软正，我逐款人我就像伊共款。迄就是入境随俗嘛，迄就是用伊的思考做思考嘛，用伊的理解做理解嘛。毋是高高在上，毋是讲我比你较高，是我也要互你知影，耶稣疼你，疼我嘛疼你。啊，所以用逐款的方法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然后这人得到，伊毋知偌好诶，所以用逐款方法，为着要加救一寡人。但保罗先生，伊讲遮出来教会基督徒要分享福音的好处啦。讲我做遮的，我做遮的，是为着福音，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，为着福音要分享福音。你若注意看咧吼，内面呢，保罗讲的这个义的意思吼，毋是讲我开嘴合嘴，就是耶稣安怎，救恩安怎，逐项吼拢讲一篇道理呢。保罗是学者无毋对，但是吼，请问对软弱的人，你要讲什么大道理呢？对遐个信心软正的人，你要讲哦，耶稣偌好偌大，请知影，一定是甲伊讲到迄个上最需要的。软弱的人，伊需要什么？需要人家陪伴。软弱的人，伊需要人鼓励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传真理，迄是伊必定爱。但是你入手绝对毋是成功道理，成功道理人就城门关起来讲，啊你是要甲我讲啥？我会记你较早我嘛有亲情吼，啊伊话足热情咧，若拄着人就要讲福音啦，吼啊，但是拢无准备，无准备毋是讲伊内底无准备，是讲即个环境吼，伊就随着讲出来啊，啊讲出来吼，听的人吼，若较有礼貌的是安尼甲听无爱插伊，啊若有诶是有诶，阮迄庄脚吼，大家个性较歹，讲你莫讲啊，你讲我要走后下呢，是安怎呢？伊诶心都甲你讲诶袂嗨，你都爱先互伊感觉着讲，我要听你讲，啊，这就是保罗讲诶逐款方法啦，毋是你袂晓讲咧，有时你想到讲，想到讲人讲吼，啊，我这输你，啊，这输你，毋过我就无爱信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最近咱一个教会兄弟姊妹去找到一个真重要迄个。关键的锁匙啦，伊是讲人信耶稣吼，毋是听到你道理听甲讲啊好啊，安尼，逐项拢足精辟的，伊才要信。是看见你这个人，真正互我会信任，所以我要对你来信。你也是讲安尼甲耶稣放后壁，但耶稣讲吼，你爱互人伫你的心中看见主啊。伊无讲安尼吗？伊讲你爱互人看见你，亲像看见上帝啊！啊，无你嘴讲，到底有影无影？伊要哪信？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第一，耶稣爱人读录音，这无人敢甲我否定，对无？无人讲牧师啊，你讲的毋对，我有别项较重要的。啊，第二，若既然要传，有啥物好方法？咱来学习，有啥款的态度，有啥款的策略，用逐款方法，咱就来试啊。试了上有效，迄个就是啊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传福音是咱教会唯一甲永恒的使命，这无人去否定。若无安尼，就是上帝就无需要设教会伫遮。啊，所以。咱会当复习足侪，咱记甲毋知无爱记的，识甲无识毋识的迄个经节。
马太28章19节大书明讲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门徒，甲因这个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马可福音耶稣甲因讲，恁着去全世界，对所有被造的宣扬福音。这是马可耶稣伫结束的时对学生讲的话。提摩太后书4章2节讲，着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也无适合，着传哦。时机好，时机歹，拢着传哦。原来的台语圣经讲得时不得时啦，得时不得时，意思讲吼，你机会真好，当然爱传啦。机会歹，唔通找理由啦，嘛是着传。机会歹，你爱创造机会啊；机会歹，你爱用别条路啊；机会歹，你爱祈祷啊；机会歹，你爱求圣神甲你同工啊，拢着坚持去传。这拢圣经的话，恁人教牧师讲，牧师我圣经我相信，但这个话我无要做啦。安尼牧师唔知要讲啥，这是明明上帝爱咱做的，保罗叫咱做的。他得时不得时，我听起这个牧师甲咱讲一段话，伊讲什么叫得时不得时吼？就是吼，什么时阵唔免传啦，唔免传。第一种。咱就人生日子结束啊，咱才唔免传。咱归上帝啊，你当卖传。第二，耶稣来，耶稣来啊，伊就审判全世界啊，所有人拢爱个主面前啊，唔免你传啊。这两项你若无拄着，拢都爱传。大家理解。再来，罗马书1章16节，我无看福音做见证。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。咱真侪人有一个观念，我讲唔是恁哦，包括我，咱就感觉讲讲讲耶稣，开始爱歹势，讲咧到底造成迄个人际关系无好，人像我拄仔讲的迄亲情安尼，人家嫌呢。所以你久会感觉讲，我传福音改成见效，好像无信心呢。我就甲人讲哦。唔知减伊偌侪钱呢？但是讲吼，福音是上帝大能力，意思是你有用到上帝能力无啦？还是单纯你家己吼，爱用家己的方法，当然做袂好势啊。因咱唔惊见效，咱要靠福音的大能力，是为着要拯救所有的人，拯救。保罗讲了，搁较直接吼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，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，意思讲吼，我甲人讲我咧传福音，我亲像你咧加外观顶的，无啦，因为我是奉命的，我是奉命在传，因为我若无传就有灾的。即句话讲灾的吼，咱想哇，你无传福音是毋是去拄着什么车祸啊，什么大代志啊？毋是啦，我有灾是讲，我根本吼伫上帝面前，我都读也袂起来啦。我爱上帝教示啦，我爱上帝拍牙窗啦，所以这个经节，兄弟姊妹，你会甲我同款嘛？咱经文熟啊，毋熟啊？但这经节一再强调，干那一个主题，做耶稣的门徒，就爱传福音。所以，若要甲你问啦吼，这毋是歹意思，我讲你有传福音无？你敢有传？真侪人会讲，牧师啊，你莫甲我问安尼啦，我哪会讲无传甲咧？毋过，咱拄着是拄则我讲的遐个状况，拄着遐个状况，通啊到尾吼，骹酸手软，通啊到尾讲无话，通啊到尾吼，哎呀，足惊个人甲我排斥，互我甲伊袂做伙子。你伫你家己的失败的情景中间，一摆搁一摆。一摆搁一摆，你家己讲啊，上帝啊，我都毋是无传啦，你听了伊都毋听啦吼，也无要缀我来啦，讲了也无路用啦，上帝啊，毋是我无做，是做无效。咱用即款的心境，这心境毋是一个两个，包括我，咱拢拄着一款失败的气氛，伫迄个失败的氛围内底，一直行袂出来，所以。有时你会讲，我当然有传啊，但是好像就无功效。我知影要传，无啥讲。
当然要传啊，但是像讲个传吼，迄像古早马啊、郭医生、马街吼。巴克勒吼，这甘为人，这伟大的宣教领袖，因咧传啊，我们哪会晓啊？我一个凡夫走卒，我一个普通人，敢传有，咱嘛各种想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咱检讨出来哦，毋是干那咱教会尔，坐一教会，今日教会状况是安尼，几个人会当维持例行性的事工，对拜一到礼拜日，节目排甲满。逐项节目都有人咧做，做了嘛真认真。但是规年烫天所有的聚会内容拢无变，无一项代志咧讲传福音，得满足咱内部的人一种快乐，也是一种归属感。但是吼，迄就像咱进前咧讲啊，遮个工厂的生产线拢上新的设备，人员训练嘛训练了真有周至。但是拢无一张订单，拢无任何一个产品通我去卖，通趁钱入来。这是咱今仔日教会普遍的情景。第二，咱既然是安尼，无对外去传，咱会产生什么？咱这阵人拢聚集伫遮，这礼拜见面啊，这阵人后礼拜见一个，明年嘛是这阵人，会形成什么？聚会变做内聚型的。是会称做一个方位型的思考啦。方位型的什么意思呢？拢无新的人啊，所以呢，我伫教会，这个位是我的，吼，你毋通甲我占去，若无我就无位啊。这个代志是我咧做的，你毋通甲我占去。慢慢形成什么？大家彼此咧评论你我，上做了较好，你思维较高，我较无高，你读圣经较熟，我读无熟。你聚会几摆？52礼拜，你聚会50摆，我51摆赢你1摆。所有的事拢是类似型的，拢是方位型的。安尼会安怎？牛调来搭牛无？大家互相攻击嘛，因为你无啥物代志通做啊。做到了尾，今仔日牧师讲道加2分，就轻分啊。牧师讲话有几句话口语无好势，嘛会咧轻分啊。牧师穿的衫有啥物无好势，嘛得轻分啊！有诶教会插花，插了伤大丛，讲迄伤大王，伤细丛，讲迄只足渺小，是咧欠钱吼。所有诶事拢是这啦。咱足侪会友有经过着足侪间教会，你就发觉讲原来代志出来遮，无袂出伫遮啦。伊无传福音，大家都用这代志来做你诶思考，无你来遮，逐礼拜来教会。无代志做呢，所以咱讲内部的纷争吼，定塔讲袂了。无来教会就轻盈无代志，来教会吼，惹了一身气啦。去遐安尼，去遐安尼，其实这毋是咱的唔对，你敢知？迄毋是咱的唔对，迄魔鬼咧偷笑，安尼上好。第一无传福音，灵魂袂互甲我抢去；第二你冤家你就袂去传福音嘛。安尼谁咧欢喜？魔鬼咧欢喜。所以慢慢，因为咱规定的人闹热做伙，较侪人感觉讲较有声势嘛，所以咱教会慢慢的形成一种中庸型的聚会方式。中庸型的意思讲，都干那咧礼拜日，大家穿水水，快快乐乐，见面，手，平安，再见。你要入去小组，无用啦！要小组要操练，要读圣经，要研究，要查经班，这有用才来啦。要请你服侍，都遐侪人啊，遐教的拢伫头前啊，我毋免我啦。所有的代志用搁倒转来，无传福音引起的。因真正有影，你无传福音哦，来做礼拜就有够个，是来伤侪，说连都忝，你毋知？所以所有的问题。讲到最后，问题拢出伫咱无对外，咱无生产，咱无产品出来，咱无奉主的名，因为这咱离开初代教会，也是离开上帝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，差足远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突破教会现况。你若讲这教会要复兴，毋免请什么师傅来诊断，
都传福音，你就复兴啊啦。你若有传福音，真多代志就会对伊改，真多的聚会方式你就会对伊改，真多的训练方式，你就为着讲咱要传福音，这项有效无？无效，搁来换别项。因为你就袂搁内部家己冤家娘济，大家遐轻分，大家遐无共款的事讲袂了安尼。所以，咱爱改变咱教会一个气氛啦。第一，咱来建立一间用报道做导向的教会。因拢想讲报道好像假做的，其实毋是啦。报道是火车头，传福音是火车头。当传福音的火车头若做好吼，门徒训练嘛起来啊，热心嘛起来啊，新约技术嘛起来啊，认真读圣经嘛起来啊。为着要栽培新会友，你有真多的歹脾气哦，拢爱概念在。啊，无人新会友讲，我看到你吼，比阮兜迄个搁较面较歹啊，我来要来。迄个改变是因为你有一个重心，你有尊崇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迄个开了一个出来。后壁所有的改变拢对来，然后咱既然是用传福音做一个导向，所以咱就要用一个报道的架构。哇，咱一间起一个礼拜堂是要创啥？咱起一间建筑物是要做啥？我若是要做生意的，门爱开大，对毋对？我若是要大的徛家，你看有真侪迄种迄个所谓的别庄。伊若有钱吼，头前一块地大，伊无爱去的，你敢知？是安怎？我都爱离开人，离开路，一条路弯弯入来到我这间，遮尔水、遮尔安静的别庄，我住了毋才会快乐。这间厝都毋是为着要做开店嘛。同意思，当咱教会甲宣教看作是一个首要的目的的时阵，你逐项代志设计，你节目的设计，你训练兄弟姊妹门徒的设计，你聚会设计，拢是为着讲我这项学着啊，我会当搁加带一个人来信耶稣，敢毋是？所以，若是用报道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我都要训练门徒，毋是用较早精英式的，我讲的初代遐个医生、遐个外国的宣教师因来传，我拢是领受的，是逐个人拢爱传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讲到遮，要甲咱讲的是讲是为何咱今年会推动幸福小组？有可能真侪会友会袂了解，讲牧师你一个来到无一档吼，就变遐有诶无诶吼。讲这敢有影？你就好讲道探访就好啊。事实牧师也真坦白讲这样代志。2年前，咱的长老去找阮。所以讲，夏牧师你都教咱足熟吼，是毋是要搁倒转来？其实是足精在阮基督规档的咧。我想讲吼，若要安稳吼，做到退休吼，盐埕足好大，盐埕足好大。伊迄牧师馆哦，看7、80坪啊，东西南北拢有通啊。规个盐埕堡足好大，因为迄内底吼。无像古早遐闹热，人下客，足清幽的，暗时足安静的，真正咧住别庄。第三，教会的事工做了真熟啊，毋免用足侪的迄个头脑甲心思。我只敢若想到一项，当时去找阮的长老，甲阮讲第一，阮有在做小组；第二，阮要积极礼拜堂起好啊。毋是干那阮内底会友要享受啦，定。阮真仰望诚做一间，伫长老教会中间，咱莫讲上托付的，咱做一个无共款的，互人知影长老教会嘛会传福音，咱的长老教会嘛会做小组，咱的长老教会嘛接受圣心的工作。阮是为着安尼才来，因为阮真侪同学已经退休啊，阮一个同学自愿调去庄脚偏僻的所在，甲50、60个会友安尼足快乐。阮会决定安尼，是想讲咱富强教会的兄弟，有经过遮侪年中间有真侪更新，咱愿意
同心来做这个上重要、上帝给咱的任务，就是传福音。啊，所以阮事实要来进前，我就想讲，啊，若安尼，我要带啥会来？因为吼，咱的教会小组吼做了已经袂歹啊，你敢知？咱第2礼拜，吼，特别是国语这部分，真侪兄弟拢是对小组来的，你敢知？嘛，真够引带，真够关心，真够造就啦，才会当增加遐侪人数。而且我听这个负责的东港区长、小组长讲吼，当时吼因是家己安尼讲有点啊，自我创造出来的，也无讲是学着什么款的结果，就是家己热心关心，啊就上帝互咱日日增加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拄啊好，伫阮2-3年前就接触到高雄的福气教会。福气教会因是对9个人开始组织一间教会。因为教会的遐同工吼，拢是因为因原来参加的教会，讲因原来迄间教会，因是讲啊，咱的头路因讲无啦，毋免啦，头路因足困难的，咱都好内底灵修造就就好啊吼，啊鼓励读圣经就好啊，啊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安尼就好啊。感觉讲头路因是另外一回事，还是讲无爱传，还是毋敢传。所以你想讲啊，你甲圣经讲的都无共款啊，所以因就家己9个人出来。伫高雄的较西北东北边三明区的所在，设一间叫做福气教会。所设的人拢无牧师啦，拢无牧师，就是普通的会友啊。因对9个人，1999年到现在，拄啊明年要20年，现在已经3000几个会友。迄就是我咧讲有真侪人吼。听到因咧做这个，就开始批评啊，讲啊，迄数字无重要啦，吼，数字吼，迄数字无较济。啊，这个牧师因就讲，你看数字，我去看生命咧，3000几条灵魂啊。啊，咱来上帝遐评论，看到底是数字较重要，是灵魂较重要。啊，所以真感谢主，就是讲，我也未来富强进前，拄啊，我甲谢牧师有机会啊，甲即几个牧师都做伙拢私下拢咧往来咧交陪，啊，就开始学习讲到底嘛是爱试啊，即阮到底做是有影无影安尼。经过阮慢慢去思考讲，哎，因为应该去做实力啊，6档有3000个人受洗，安尼敢无实际吗？所以就去了解。深入了解，我发觉讲啊，因所做的，就是甲咱在座所有的老会友，我讲我是老会友，我4代哦，较早遐个错误的印象，遐传统因无效，袂晓传，毋敢传，传袂出去，迄款的束缚，对即个幸福小组找到一条出路。即个福气教会的杨牧师讲吼，你毋通甲做讲，我即个福气，迄幸福小组是全世界上好的。伊讲你若有较好的，你甲我报，我来甲你学，好毋好？人遐谦卑啊！伊讲你有较好的吼，来甲我讲，我来学你啊。就安尼，遐尼即话，这毋是一经两经的代志哦。伫连续今年7月，啊，甲顶即礼拜，差不多拜2、拜3、拜4，所有去参加研习的。咱长老教会牧师上济，看到这个牧师，大家谦卑，无讲我是议长，我是牧师，我看的拢是哦。我会当我本来牧师，本来院长，本来新约教授，大家谦卑坐伫遐，听台下顶一个新人伊无毕业的杨牧师讲，啊讲佫毋是讲哦，你遐牛哦，毋是咧，是拍鼓啊，哦赞对，这是纯粹出自内心讲上帝啊。现在我对这应该学习到什么？因为较早我所学习的，我所做的，真正有亏欠啦，做了无完全啦。啊，人既然有这个遐尼好，啊，佫伊爱分享呢，迄人讲你的工厂出产一个新产品，啊，卖了足有销，你敢要甲迄变互我？
啊，人就是遐尔啊慷慨，讲来你来做来学习。啊，这是为何？今年7月有1万人来见识，毋是随随便便啦，清清菜菜。啊，所以伫遮我讲这个话，后礼拜我要甲咱介绍讲，到底什么叫做幸福小组？是要解释，还是讲要甲咱正会友理解讲？这毋是牧师随便凊彩摕一个物件等伫遮，啊要甲咱介绍，是讲阮深深感觉到阮家己较早所做的不足。既然佫倒转来富强教会，若佫伫遮安尼牧会牧啊退休，啊无啥物成果，实在是亏欠，宁可毋通来。啊，若要来，大家做看卖。我讲做毋对，佫定来嘛。你产品研发无好势，佫定做嘛。是招咱大家做伙讲，啊，着人讲即个幸福小组好做，做了袂歹，成果大家来试看卖呢啊。啊，毋是拄则遐个经济，你家己去找上帝，讲上帝，你讲的遮毋对哦。介生我无做基督徒，毋免做这哦。啊，既然有一个好佮勤恳的方法，咱敢无伫即个所在来试看卖？所以咱建立一个布道的训练机制，而且是建立人人布道教会文化。咱因为有即个传福音好的模样通学习，咱就袂感觉讲哎呀会惊，毋敢。所以这是为何咱富强教会开始对今年3月到6月有推动一个第一期的幸福小组，有2个小组。第2期咱对后礼拜开始，正式邀请这的所有的base 的意思是贵宾啦。遐是报道讲，阮这个人我做咱这个人，对软正的人我做软正的人，为着要互因得到福音。所以，这个方法，佫一个重点是讲，较早咱单枪匹马，咱单打独斗，愈做愈无信心，失败毋敢甲人讲。咱即嘛是用团体战，而且人甲咱教迄步调拢一步一步，互你袂惊，袂毋敢，因为规定人热切。咱的幸福小组已经对9月初2开始你敢知影？人因拢咧鸭子划水呢，因一直咧招来讲要安怎训练的方式呢？对头人朋友入来要安怎甲欢迎呢？要安怎讲福音呢？要安怎甲讲见证呢？要安怎讲道理呢？讲了，互伊袂讲后摆我毋来呢？毋是凊彩讲话咧就要做哦，是一步一步，下晡2点，因过30几个才是组员。去到台南的福气教会，伫遐实在要培训到延安。因安怎为着传福音救灵魂袂善，你敢知？为着传福音救灵魂，一人得救，迄个快乐的心境比你趁大钱搁较好。莫怪人福气教会遐尼收的，伊会遐尼认真要去传，伊改成倒袂调就对啦。感觉规个基督徒迄个精力拢发挥出来，感觉讲好啊，怎活起来迄种感觉，袂感觉讲郁卒，遐尼是袂。特别咱台语教会台语部分，我要鼓励伊讲，你若无了解幸福小组，你当找牧师甲资料规本互你看。咱先莫讲迄无效啦，无路用啦。咱先甲伊鼓励，先甲伊祝福。若有成果，咱甲拍扑嘛。若无成果咧，慢慢嫌。无咱搁来拍拼，后厝搁较认真，搁做了较好。